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李思涵。我一下去采苗栗公馆嘅五味田哦，看我放嘅一个五味呢。数号我一下拿差唔多只有1斤重哦，吼，做得讲品质方面呢，也是上有的比例。但是呢，公馆的有的哦，是当好色，品种呢，咪是讲在槟榔西面当中又绵又幼。不过呢，往年呢，一分田做得生产3000到4000斤，今年呢，适度多的天时炎热，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哦，使之到呢，有的一分田将生产冇2000斤哦，上五年呢，从有平常有6-7上。也下面下降到涨抢存的2-3上哦，品质方面还有公馆的有诶，含喺本当中人准係台中大甲的有诶来去卖，正面嘅问题还有缺工的一只嘅情况，另外呢还有偏重化的问题要让来去解决咯。在今日嘅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做详细嘅讨论，接下来就听到人嘅镜头来去论坛嘅现场。开会了！欢迎来到在苗栗公馆乡农会的节目现场哦。现场的有当多的乡亲朋友、有的农还有特别来宾，然后来去探讨公馆的有的安样办的出头。首先呢，就来欢迎现场的3个特别来宾。第三是农粮署的北区分署长蔡立琴，蔡分署长。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过来欢迎到的是苗栗区农业改良场侯丰武侯厂长。大家好。个人来欢迎的第3个是苗栗县公馆乡农会总干事韩凤安，韩总干事，你好。主持人员、各位来宾、各位客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针对亚的议题呢，然后先来看，啲乡亲朋友大家係样板的欣赏，先来看一段影片，将进一步讨论。一下拄好係有學習嘅季節，不過因為東北季風影響，出現熱無燥體，影響到現狀。今年苗栗包含公館、通路嘅有都當到有面積嘅情況，產量減少，品質也唔好。往年大粒嘅有比率有6到7上，不過今年是春到3上天。吹乾了，吹乾了是什麼原因？那時間到了就會這樣了。是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風大的關係啊，風大的關係啦。客家族群已表出無心有喜歡風炮，消費時衝動唔好，食品從將球末熱火，自然未影響種攀上收繳嘅營業。有農民辛苦種出來嘅有冇人買？要帶一下加工嘅火鍋料，加工嘅要用油嘅東西，人家就冇。有嘅大部分加工就是用炸起來標嘛。公館鄉係全台灣政府天然大嘅產區，佔有18公頃，是得到苗栗人有品鑑比賽挑戰獎嘅農民老袁保求講，有動有節全部係因為採地有動去挑戰。特別好彩到，人哋後龍海水啊，佢含嘅室內值相當高，個天點佢冇污染，佢完全係搶嘅水冇污染。雖然受到附近有嘅牽連，天空包也冇乜嘅天數，不過公館有發展有30年，然後最需要嘅係發皮桶做主桶，唔但搶為顧到品質，還為其命行銷，建立出公館有緊緊嘅持續市場。用辦來建立自主的市場哦，頭先來去開放地步嘅農民，家下農民也有講到稅制當好，但係呢一個收入嘅問題還有正面嘅情況，也要持續來去關心。現場先談一下民眾嘅心聲好嘛？先來請農民係有乜問題嘅先來發言。今年嘅中午嘅嚟講嘅翻嚟係，因為也都苗栗公館鄉嚟講。往年嘅氣候無像今年按受熱按受暖，非常嘅協調，也對烏嘅成長嚟相當唔好。韓將意思當受噶，佢溫度37-38度嘛，水表嗰啲嚟講嘅啦，當會造成烏嘅面嘅，將佢受水落烏嘅成10公樣嘅，將會造成也烏嘅立大面嘅，安尼一陣本係相當嘅大。
吼，嗰個要到本安尼重開一條濕度也要，吼。即個種咧就有幾多就講種村面積有幾發咧，嘅產量有減少幾多比例？我即係種嘅面積嚟講，我差唔多減會3格，就講3公，會減會3公頃嘅面積。雙污率嘅比例咧？雙污比例沒有當好，差唔多3天呢。我希望人哋政府呢，吼，之前講喺來人天數哦，冇像上班人嘅採訪就講，在特別嘛希望廣場一個攤位，1禮拜2日嘅話，好像幫助唔係講青太樣嘅安尼。用辦講幫助唔係前提，賣都唔好。你講安尼上去話，一笪攤位1禮拜2日嚟算，你話有冇？比如講，一日本賣600件，好冇？佢已經可能冇辦法賣到600件。你2日方賣1500件呢？挨到公館一邊出產嘅污呢，要超過1000萬件以上啊！1000萬件以上，吼。所以有人講安尼冇辦法，你講要團散來安尼來，因為大量來行嘅話，一大條路我相信都當做的。好，感謝。問題狀態，好，謝謝。感謝老闆總。好，嗰係由哪位農民想要來發言？好，這樣。我想講今年、去年嘅污啊，吼有18到20萬元嘅家私，吼啊今年啊，吼從18萬元啦，吼開始一直落到下存到6、7、8萬元啦。啊，你看請問政府啊，吼有同人聽出把關一下講，有辦法平時吼當年啦，吼。安尼吼，有到18萬元到20萬元的加結來啊吼，就對我哋農民咯，當然好幫助嘅啦，吼。好，感謝副班長。而家有談到兩個班長哦，都係講家銷都唔好，同時賣一個收入嘅部分還要再個加強。你看到哦，公館嘅污其實拄到兩個送風炮，兩擺風炮呢，10月份今年3季一直到過天年3、4月，唔過呢，因為講天時炎熱，還有東北季風較強，有棉體嘅情況。往年一份體有3000到4000斤咯，今年是冇2000斤。同時雙污嘅比例就老家下老闆總講嘅，差唔多，就係往年係6、7上，今年呢減少到只有2、3上天。中下污嘅，但是做食品加工嘅，但係又拄到無心油嘅事件嘅影響呢，結果盤上嘅數據原物料就冇按到位，像一做雙重嘅問題，按樣板來去解決。想我先請問韓總幹事，針對苗栗污嘅拄到嘢問題，農會一邊嘅做法係乜解？今年啊，因為拄到加講安尼天然災害問題，韓國佢產量嘅韓國品質全部減少，全部降大。另外呢，黑心石油就講地溝油、潲水油安尼問題，影響到食品工廠，大部分大家就冇去買安尼產品，就需求量就太減嘛吼。故所價格講嘅意思人員跌到存到7、8萬元，我想非常嚴重。但是呢，公館農會嘅做法就講長期來做得潤少，你也開始用分級來潤少。好嘅污嘅希望有好嘅行橋、好嘅市場，好來潤少。之外呢，當然希望你公館嘅污嘅品牌會打出來，能夠安全。認真啊，全部會做出來，喺擺上會有安尼核心價值啊！大家會講台灣嘅污嘅公館嘅真好，安尼就增加一度嘅加工產品，韓國市場通路啊，全部會來開發。當然政府咪當到問題，要拜託去聽數嘅啦嚇。我想台灣嘅污嘅大部分就掌握喺盤上數項嘅，故所價格係好。佢就見買價格唔好，佢就外國嚟進口啊等等吼。故所另一部分人進口嘅污嘅，政府咪好好嚟把關。剛剛老闆總也有講誒，有1000萬斤嘅產，農會一片輸割輸嘅比例係幾多？像農會輸橋嘅比例非常嘅大，因為從咗農會做法就潤少吼，然後佢賣到虹橋，賣到台北啊、三重啊、菜市場安尼做法，咱個農會設價就做一條嘅產品，像餅啊、做嘅角啊等等，設價有人通嘅食品等等。但是輸嘅量沒一太，因為目前來講，全台灣嘅市場大部分嘅掌握喺盤上啦，吼。農會做嘅事情當然當多，但是呢，要做得多啊，伊困難。故所
然后非常冲着含的品牌的建立、市场通路，然后大口的，然后目前青葱这个做法呢。品牌还有通路，等一下人家进步来讨论，给先来抢高一下分数中哈。就是今年全台芋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就是遇到这样的双风暴的影响吗？那今年大概也是气候影响，所以一级品确实像总干事讲的会是比较少。那判断的结果跟那个得病有关系哦，就是得软腐病。那这2、3年来，据这些盘商已经在反映说，这几年来好像品质差，那跟那个软腐病有关系。那我们改良厂在这边也在做技术的指导。那这软腐病一方面就是说土壤长期的使用，可能造成酸化，再加上在7、8月的时候，温度高的话，如果种植太密的话，通风不良的话，也很容易引起病菌，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造成产量减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谢谢分署长。那我想要请教厂长有关就是软腐病或者是说天候的一个情形影响这样子芋头的这个产量的品质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农改场有什么样子的做法？那今年这个温度是有比以往，因为我们改良场的监测是比以往高。所以那病害方面也比前几年要严重一点，又碰到东北季风，因为它东北季风在吹就会感染，所以今年病虫害是比以往严重。所以请问厂长，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天候比较是闷热的情形，会造成这个芋头的品质不好。接下来就是说农改场这边会来去做研究，在气候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虫害的问题，会来做加强吗？我想基本上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嘛，所以大概也要在整个技术方面要做一些调整、修正，因为像这种病害它是系统性，它也会从这种种苗会繁殖嘛，你只要用带病的，它在明年还会带病，所以我们大概考量到以后会有一个健康的管理方法，因应这种气候变迁。包括温度高的话，我们整个大概基本的以往的栽培技术还在，但是我们会稍微做一个修正调整。好，谢谢厂长。公馆的有诶，我证明，采下3年来呢，真是有改善的有几多啊？像公馆的总层面积380公顷哦，就将近到500公顷。一公顷的产量大概係有2萬斤，總共呢就看到760萬斤，差唔多也係有接近到1000萬斤呢。公館呢，就1000萬那個有誒哦，太卷哦，向到那片去哦，少到那片去哦，還有另外呢，太甲的有誒，老公館的有誒，接接哦，樹橋過去就立台嘅，就變做太甲的也個台嘅來去行銷誒。公館的有誒證明嘅情況很樣板，另外又還有進口的有誒問題哦。也今年下來，你知道有誒呢，在個公館的名上當中呢，有打出來嘛？也今年按多年的有誒吼，實在就講名上嘅後來很總官司有打出來，也個指明出來了，也一聲忙。但係就講產量唔好，品質唔好，就較困難啲位啦。也個有誒公館嘅有誒實在就鹹得啦。你嚟比如用一般批房嘅有誒吼，品質肯定公館嘅有較好。嘿，我設計了，當我有特別的 Q 米哦 ，QQ 的。對，公館有誒炸安尼，變成個電子較高，煮出來較爽，小米較重，講下有誒，公館有誒，但買出去，平太價嘅有誒同人家公館嘅有誒，也抽到紅橋嚟買，雙人買到。台嘅，而就揾人聽講，我喺公館嘅有誒。假使講我喺一個無買咧公館有誒，字都馬虎，唔知公館嘅有誒好快。好，講班長安志生，好，請坐。嗰還有那個農民想要來提問題哈？個產銷的問題哈，我講應該農會是很努力的。我講這個問題，如果產銷要銷路的問題哦，怎麼樣集結我們所謂的這個產銷班的？把這個數量，剛剛前面幾位先進也在講了哈。目前我們農民應該是這個問題也蠻大的，因為我們辛苦種了1年，希望就能夠改善一些生活嘛。所以這個價格絕對是我們所需求的一個目的。當然，
不在话下的。我想也接着提2个问题啊。第一个，鱼头要产销好，我想以往在我参加这种公共农会有一些小小嗌做渔农、渔业农来参加，因为农改场有专家来讲这个鱼头的种植技术用的概念，包括一个用药安全，这个都一直在督促我们。像现在所有各位农友有参加的，全部应该都了解一直在讲说这个安全用药啦、品质的提升啦，按样来做。我讲这个当然我们继续希望能够延续，有更好的技术，也希望能够专家能够多多指导，好，让我们鱼头真的是品质在提升。大家来参考一下给对，第一个我想这个，第二个呢，用药安全之外我讲目前我们所有的农地里面看得到的福寿螺相当严重，不止鱼头，你种蔬菜种什么都会有，甚至你走到田里面我本个福寿螺好出到，这个对我们是无形无刻的在危害我们农作物跟人体。这种有关那个福寿螺防治的有效方法我觉得还是请比方农改场啦、相关单位一定还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空间，让我们改善。因为福寿螺改善掉，我们的这个福寿螺不用防治，我们农民提供的鱼头是更安全，然后呢也是最好的蔬果。相信我们这个公馆鱼头一定就是可以受到那个市场上的一个肯定。好，以上简单，谢谢。好，谢谢。隔壁的是有什么反应来，苗栗公馆乡的有的真紧做好势，又香又 Q 又爽希望讲政府单位老人家苗栗公馆的有的推广出去啦。谢谢安之生。迄个针对公馆有的证明的情况，陈浩用白先请问一下黄总管司。像消费者有伫个权利啦，非常充足。就用了政府农粮署，了针对土果来讲，进口的土果，做免老台湾的分都强下，就是听到表示讲。标示讲，佢迄哪位来源标示，也非常非常的充足。台湾的污味市场非常的大，但是呢，因为公馆的污味产量非常非常的大，公馆农会当然冇办法讲是他全部来控制来处理。轻松就公馆农会作为就讲品牌产地团体商标的建立，让我非常充足就讲安全。朝向这个生产履历有机安尼，然后公馆的部位除脱佢非常本身非常好食之外呢，也安全认证也部分要起做有只区隔了非常非常的充足。但是我甲讲的就讲，我国进口的部分，也政府就有处理讲走私各方面有处理，但是呢，日来行到奈。另一部分政府忙做到，另一部分应该政府会全力来把关来做。当然，公馆农会还非常多的努力的部分，我甲讲的，而且对个安全认证的方面，慢慢的一步步来，然后知名度，然后社会的市场，然后给向下画上等号，我想也非常重要。好，感谢总管司，面上迄有天天的打出来，有10个做位伫公馆有诶，确实迄有较占着的内行人做位伫，但是也下做请到分数状，就是有讲到进口有，老嘅国产有，有把握到就是来源的部分这进口的芋头怎么样去做政府的这边的把关机制？事实上，芋头的生鲜的芋头，在我们是大陆进口的话，是列为禁止进口的。所以现在进来，如果有进口的芋头的话，大部分都是越南。就像今年从103年到8月底为止，进口的生鲜的芋头大概有290几公吨。其中非常少量是日本进来的，其他大部分都是从越南进来的。那有很多的农民或是商人反映说，市面上还是有很多，比如走私或从第三地进来的芋头。那在这一部分，在海巡署其实从95年开始，他就成立一个安康专案。
那有相关的单位有加强的来把关来防止这个走私进口。所以如果尤其在年节的话，这个抽验的比例会更高。那这部分我们将来还是会跟海巡署、跟相关单位还有卫福部和检警调一起来共同来防止这些走私进口的芋头来保护我们的农民。对，因为之前卫福部也是查出来米也是有台湾米，标榜着台湾米，但是由进口的米来混充的，所以芋头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是不是政府这边也要来加强做把关？对，政府是农委会跟卫福部都一定会加强来把关。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农友如果有发现说有这样混充的情况的话，他也可以来跟我们反映，那我们也就会来检举我们也一定会来处理。好，从总我想要强调一下，今日科总没有到现场嘛吼，科总没做得来去回答，所以讲农民一直还喺当关心，像个偏虫害，讲有复苏路的问题还喺当严重哦，讲还有像个迄咪有奶肉选择的一个问题，农改创业部分技术面有乜嘅做得来去，夹来去天数嘅改善呢？我想这个技术面的问题应该相对没有那么复杂，那事实上是以往因为公管的意头好嘛，所以长期呢农民也想种，但是种它不是种几年嘛，长期来大概就会有一些衍生一些病虫害问题，那我们也注意到。那对于福寿螺，因为它是希望一个全面性，它水陆两栖。移动很快，你只有在一个局部的话，它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包括黄检局、农委会，他希望将来大概要比较慢慢有一个全面性，可以把它釜底抽薪，那这样才可以根本。现在有什么药吗？有，现在要那我想基本上，因为我们今天很难得，我们环境课就是在负责这种病虫害，黄科长已经来我们请黄科长在做补充说明。我想留他个报告一下，事实上复苏螺呢都嘛个做水地摆，刚才常常讲过水绿其实迄假使冇水的时间呢，做得可能来到差不多3年唔会死的设备地方3年如果还会上到水方呢，其实研究的也都中间的污的呢其实用的药的非常的多，都建议如果唔会用嘅呢苦茶包苦茶包，但是有人讲也效果要家己摆。但是啲研究呢，对做一項研究人家講年頭，因為啲水都當我流下來呢以前像他家都水缺後，用命嘅攔起來，甚至撞就推起來，但是終歸還會留下來。所以研究我哋都想呢到年頭假使有一隻太窄嘅闊嘅地杯水杯流到地杯，復蘇螺咩位到地杯，用熟嘅些咧嘅，熟嘅呢河流熟落去，將伊濕體以後呢，水流下來，唔出一都源頭來控制目前我哋在做嘅時呢，都普利嘅高順地位做嘅效果非常嘅好。相信一個技術呢，拿嚟到污嘅地方做呢應該會減少到復蘇螺。以上係做一個報告，安主席，謝謝。好，感謝科長。唐期有迄個吃鹽的順範的機制，做在落去做，給迄咩農民通到嘅。也個應該唔會當難嘛來去吃看呢，希望做來改善一個偏蟲害嘅問題其實有誒呢，好實，但係呢，天上面要多宣傳、多行銷故所呢，苗栗公館一片呢，一派呢有當到嘅發通，像係前10年呢，有一個公館呢，有誒還有吃嘅文化節。另外也有評鑑，同時在14年也有嘅有誒，還有嘅泡菜創意料理嘅競賽，就有翕嘅精彩嘅競賽嘅畫面，共下來去看一看。早晨早9點半，各界參加比賽新人上槌拿出好本燈，各種刺激嘅魚兒、泡菜，兩種凍齡嘅菜體食材，有嘅愛熟皮，有嘅愛切地，有嘅用泡嘅，有嘅用溫嘅。各種精心設計出來嘅魚兒料理，都係為地多品性嘅創意，見證了營業100嘅魚兒創意料理大賽。有位去炒 SO 醬，各位炒安尼羅安的雞腿肉，各位給那個夏威夷豆，還有這個鳳辣椒味、個鳳椒味，各位黃菜味，跟住
毛豆。苗栗的舞会真出名，因为苗栗公馆，尤其个公馆的遐铁吼是沙铁较多，但面方的内容无按多，其冲水的成分无按高。有多个舞的吼唔按实，虽然佢水舞的品种，但是佢舞的要较早较松散。那舞儿会动咱足吗？不会，像我们切小丁的话哈，就很 OK， 很快，它已经有熟了，差不多几分钟就熟的，啊，这时节是舞儿咪最好的时节。嘿，最好的，没有那个公馆的舞的是真好的。当年的食材，老记融合到做菜度方，就迄安尼。啊，都比水真浅，莫去甲先来试试看哦。有啊，以前爱看下米土有夹嘛，迄食份唔夹米的话就冇办法。今年总共有10组专业组、老熟谱白米组同朋友。比赛嘅进行就会发挥舞儿入菜嘅创意，多多推广出去，本大家来分享本土菜体产品嘅好美水。我刚刚有看到啊，嘅画面上有10组啊，当优秀的妈妈啊，佢哋还有嘅饭店嘅，也有全台来去比赛，竞争就非常嘅激烈。那现场照片上你有看到啊，就有一个得奖的提名，还有优等奖的。下面请嘅农会推广局嘅局长车局长，请家来小记一下一个发通嘅意义。那嘅入金毕业，得第1名的係我關東辦的辦長，關東辦的辦長，對，也係請係關東辦的辦長，來介紹佢樣也出啦，也盤出嚇。我盤出吼，名嘅很多金烏饅頭啦，伊嘅烏嘅就拿來切塊，拿來蒸嚟去呢，切拄方切伊是個香蔥料，整加加香米個一啲嘅糖。再包安尼豆腐皮啊，滚蛋来稍微安尼煎到金黄色，就安尼甜甜看起来方面真系动奖诶，金乌饅头，因为乡亲朋友当上色咯。然后请教一下朱评审，朱评审咩客家人哦？来看鸡盘也是算系铁嘅，五味泡菜从业料理。样板来看，妈妈嘅鸡啊都会属意。大家好吼，我感觉五味本身其的淀粉蛮高的哦，然后它的糖分也会很高，所以妈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她利用这个那个豆皮，好去呈现它的那个味道的综合，让它这个吃起来的时候，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又很入口。味道又不会抢掉，所以我们在评的时候，通常会希望它那个味道不要去太强烈的去对称到，能够去提升这个乌味本身嘅米托，保留到乌味米托的那个味道出来。然后其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好，就是它用很简单的这种烹调的手法去做，然后这个乌味本身的味道不会流失掉。天一名的部分哈，佢咩做到同好哈，利用乌味这种淀粉质哈，跟香味，然后给加了一些里面有加了一些梅干菜哈，因为用梅干菜去提味，因为乌味本身佢嘅米土唔係講凍強。其實會有香香的米粒，但是佢冇凍香的米，利用到一些的那個我們這個在地的這個卜菜哈，卜菜，然後用那個卜菜的香氣去帶動這個烏味這個味道，那輔助它的味道，然後它加了一些什麼薏米哈，吃的時候它裡面的甜味，那薏米的甜度它是補足的這個烏味本身不足的这些味道，拜盘没懂奖啊，香芋蒸宴，好，谢谢主评审。你看到乌味酱吼，也批到乌味米丝，但是唔系想要食到啊，除了呢亲身来到公馆的乌味香，安尼一片菜体来食之外呢，自家专业服卡吼，在个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做买苗栗公馆乌味自家来吃做看的哟。稍后想要聊一下，大家转到节目现场呢，继续来去关心客工的问题，还有加工制品，又按样板来去探索行销出去。
们转到村民台飞的节目现场，刚刚有看到的，五位唔采苗栗公馆的真实品质是当好哦，但是呢，可能系爱导去将个品牌呢行销出去，同时也个五位产业呢爱强下来去升级。来看一种的CG哦，五位产业爱升级，因为呢，苗栗的公馆呢，太快系是水务槟榔型系主要的品种。面积就有超过500公顷，在这边的公馆还有将近400公顷，铜锣还有100公顷哈，在个苗栗市呢也有350公顷边内哦，土质还有环境系当拄好，故所谓当疏导消费者系中意，但是呢，讲到除了一个上午的品质又较唔好，但是讲中等的个中下午的一个午的呢，又系按样板来去行销出去，先开放民众来去发言提问一下，所以讲人家就会午的吼。迄讲较唔好卖的品质较模糊，人家迄样办销出去，也讲自家有打出五个品牌嘛，吼，像卡苏翻译。人家公馆的品牌呢，我带只品牌也无按简单，经过的事情一道，因为我度过吼，那个打五个本那个双赢的问题讲打那个公馆的品牌，我本人多25年咯，哦，佢讲用诶，佢用讲唔好用人太夹的台啦，哦，但係公館苗栗台好冇，佢講。雙贏以後唔見台本嚟講啊，按樣啊，你有啲問題嗬，人都冇辦法解決。嗬，我一次到總幹事提嚟講，因為咧加工嘅東西本身嗬，因為落工廠嘅問題，佢也都冇用人公館嘅台嘅，嗰個品質上我哋打出去就有啲問題，一睇問題亦難解決。哦，佢都講唔拿台本嚟講啊。按樣 N 嚟啊！佢唔似架冇辦法來演台嘅。係啦，N 都老上言講，盡量唔能嚟講，將啊公館嘅台嘅，冇當唔睇及台嘅，佢都按樣 N 嚟啦。哦，嗰度啲問題亦難解決，我都自想睇下扮演，哦，啲都農民，要到啲度賣烏嘅，哦，啲度上言，盡量睇下講，幹嗰類公館，哦，賣烏嘅冇用睇下嘅台嘅，睇下盡量來努力。打了公館的五位品牌證明一樣，冇打太高的五一樣。好，感謝班長。總幹事想要前針對呢個問題來回答一下，有可能就請佢哋各本嘅總盤上來訴求嘅時間，設計準備公館五位嘅台嘅本佢哋來推嘛，有個問題。像另一部分啊，公館農會當然有設計台嘅，但是呢，因為盤上佢嘅成本嘅問題，佢本來設計就長期以來就有用設計台嘅，當然佢嘅想法設計台嘅設計成功啊。但是我想先創造下呢公館嘅五個品牌，佢品質各方面本大家社會太重啊，大家抵定啊，講嘅社會就有抵嘅權利啊，你喺愛部分我想政府大家去。向下來努力啦，故所甲我講嘅，像農糧署甲我講嘅，因大家來檢舉、來禁止吼，給他做實啊吼。我想你係唔係真好嘅辦法，應該政府來調節市場。像比如講，你喺台灣嘅五個鐵道至少，錯冇？外國進口嘅，你就會當下來啊，錯冇？你第二點。外國進口嘅五個行到哪會本大家抵啊？因為大家抵的，你要社會上全部17家較好咪，好 MIT 大家就較好，但是進口嘅全部分享啊，大家就唔抵得啊。故所另一部分係你政府來做，當然我家有講，你公館嘅五個品牌，係個安全認證全部打出來，社會上睇抵，下一擺大家。包括到盤上嘅強壯，佢就會用any公館嘅台啊，唔係講強迫，要愛設計本社會者本盤上抵得公館嘅五個有名嘅總盤上來賣嘅時間，佢設計就會換台嘅。強壯嘅意思啊，就講將你喺公館嘅風阻強壯，風阻非常好，大家就喺公館嘅風阻，佢就唔會愛。大量嘅風阻啊，錯冇？睇下皮膚嘅地方嘅風阻管，全部咩講係喺公館嘅，醫師強壯啦。好，感謝總幹事分署長，請教一下，我們現在有在推這個地區的地理認證的制度，也是11月中哦，就係有個農民測手站，苗栗縣是第一處，也全台有第5處嘅農民生產站。
测手站然后像文署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些认知的一个教育，就是说消费者或是农民自己对一个在地的品牌的塑造。那我们从公馆农会这几年来在红枣方面韩总干事用在地产地标章辅导我们这些红枣农民种植以外，还就是做分级收购、全数收购然后包装能让跟市场有一个区隔建立一个价格，所以这几年来红枣的价格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我们芋头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往这个分级包装，对，分级包装，然后建立产地标章，然后当然就是说还要去找通路。那这个月在公馆的这个农会也有成立第一家农粮署辅导的农民直销站，也是希望区隔这个产地，由农民生产的芋头分级，然后拿到这个直销站来让消费者来选择。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台湾的芋头非常的好，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一起用台湾的品牌打到国际上吗？我觉得是可以的。这几年来，像芋头，我们一般常在市场买到的是带回去还削皮，那消费者会觉得很麻烦。那农会这几年来透过真空包装，它已经是削好的东西，带回去就可以直接来煮来吃，非常的方便。所以以后将来我们如果说品质可以做到安全，然后又分级的话，建立品牌的话，我觉得这个外销到国外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政府也会来协助行销。好，那农民有这个意识吗？我们有没有在做这个分级包装的？有那个农民想要分享一下。现在做法是，本在中盘上全部是就爆盘的嘛，所以迄个起价菜蔬，全部都落研发，也冇办法，也跟人工，想办法可以用的，用专业外劳来天数也係用的方式。我睇後生人有想要來天數做嘛？後生人全部都出現老闆打拼。因為伊全部都也跟農業化，好落去就做。冇成不必啦，安尼講啦。好，感謝阿伯。還有那個農民想要來去提問呢？想問乜嘅問題？是強烈嘅，個中央部嘅多嘅人果菜市場嘅也好，我多嚟嘅。果菜市場係指哪片嘅果菜市場？一個嘅，原菜魚嘅省農會有看專業做嘅。它跟管理一樣用的。好，呛從哈。好，那我们请教分署长针对2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普遍全台都有这个缺工的问题。我们农委会主委陈宝基主委有在推这个外籍农工，怎么样子来看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可能推行的方向，以及说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公馆这个芋头的产业？这样有没有一个什么配套的措施？那还有以及是说，农民很希望说，不是只有在公馆在地卖，也可以帮忙他们的芋头拉到别的县市卖，像在希望广场，可能只有2天也不够。有关开放农业外劳这个问题那除了要解决就是说农业劳动力的这个问题外，其实也是要考量到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个劳工的问题。好，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劳工的这个农业的劳工其实是季节性的问题，那在短期的话，可能先解决就是说这季节性的缺工的问题。那我们农委会辅导处在103年度有结合全国大概有48个农会，来训练人力，有这样的一个农事的一个协助的一个小组，来暂时来先解决我们这个短期的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劳工的问题。那至于在行销，在这个台北希望广场，我想很多农友都有到台北希望广场去行销。那去年我们公馆的农友也有到公馆跟铜锣农友也有到希望广场去行销，价格非常的好，所以证明就是说，其实这个农产品要到大都会地区来行销。那当然一个礼拜只有2次，其实去那个地方行销是
打自己的品牌。我想现在那个宅急便其实非常的方便，那消费者在那边买到好的品质的话，他如果要继续购买的话，他可以打个电话或宅急便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如果农友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安排到希望广场来行销我们当地的这些农特产品。我想这可以解决我们这个行销的问题。好，谢谢分署长。纵观是用版来去看这个认真爱惜农工，真是做解决菜地的问题係，還有個菜地嘅後生營養班上嘅入來，同時又推出講，係唔係講有嘅經濟價測唔遐推嘅豐作嘛？咪講是只有50公頃，咪種出唔拉。當初有談到菜地有到嘅有嘅農工想要轉做嘅豐作阿哥要來帶有嘅露台來去。增加一個有嘅，所以講公館嘅農業嘅產出，用版來去看一條嘅一個現象，還有7個嘅想法或規劃。像你啊，客講嘅問題非常嘅衝熱啦，嚇，非常嚴重。像唔係講有嘅天天啊，所有嘅農作物，嚟講土果也好，有嘅也好，豐作也好，卜菜也好，全部共種，也全部農民就落花咪嚇。像政府嘅推動嚟農業。愛勞咧非常嘅衝熱，當然農會咧要全力地嘅推廣咧嚇，像明年要申請農業嘅專期，農業專期嘅意思啊就講適種化、標準化，還有規模化，到一啲農業適種來降低成本等等，嗰地方非常衝熱嘅，就一啲希望就年輕人入來去訓練，天二台也好，外地嘅。專業嘅年輕人也好，咁樣當然外國嘅進口嘅，人講外勞，你咩非常嘅衝熱，因為你當到地方嘅農業啊，實在講冇人工啦。感謝總幹事，今日想請教廠長，就係講有嘅產業愛升級呢，必須要朝向嘅環境，這個安全的一個農業環境。像這個部分呢，在我們這個農改場的這個技術上，以及呢在規劃上，可不可以就是說特別來加強在這一塊的經營？第一個，剛才大家提到好多病害問題嘛。那我們為了源頭嘛，我希望將來可以有一個健康的種苗、種育嘛，它不帶病，那至少在源頭它是健康。那第二個，我們也希望有相當程度的這種輪作的，因為同一個地方，因為我們芋頭這麼好，大家一直種10幾年、20幾年，那畢竟長久以後會有一些土壤問題、病蟲害問題。那將來假如可以透過這種輪作的話，我想對這種栽培管理總是好。現在是不是也是有輪作？現在有，但是還沒有全面的，它有一些比較小部分。輪作會比較好嗎？輪作像水潤，因為它會病蟲害象整個會降低嘛。你同一個，雖然我們是一個專區，你不管哪個專區種同樣作物種很久，你對養分的吸收、對病蟲害管理總是比較不利嘛，叫長期。再另外一個，我們最近因為食安問題，又是農業問題，農業有抗藥性嘛，那我們也有一個生物防治分場。將來想配合用這種天敵，就是用生物防治，就不用再用這種化學農藥。那這個假設我們可以全面的話，那想對這個品牌、對這產品，讓消費者更安心嘛。那這3個方面，我想當然是可以來考量。那改良場一樣要盡力來配合。科長做得到嘛？來老大家嘅有嘅產量嘅問題來解決下。一兩年來呢，吼，尤其今年。嗰啲年呢，改良廠要加強到有嘅體質，健康管理嘅隻專案呢，吼來對執行。今年度呢，咩對執行？尤其對有嘅沒有手通呢，吼，因為以前是用農藥，而家改良廠呢，吼，有啲研究用一般嘅那個生物農藥，所以講木黴菌呢，吼，來佔到物種，同時呢，下擺從木黴菌呢，人做得變到田方。都水橋都流到田方去，因為木黴菌呢本身呢吼，佢對人哋嘅原發病呢吼，主要有嘅人呢吼軟腐病呢吼，佢會有控制，但是唔係講你發生咁嚟處理啦，要慢發生嘅人做一種，要來先做一個預防。當然其他嘅管理方式，剛才廠長也講過，人哋從人哋嘅乜嘅呢輪作嘅部分，其實輪作呢並唔係講人污嘅部分，其實睇會錯誤咩？咩係有安尼問題哦？因為佢種同久以後呢，田方嘅所有嘅菌呢吼，
较容易来受到安尼个影响。另外呢，同时都有诶苗呢，目前高农场要有规划做竹子培养哦，因为竹子培养呢吼，对有诶来讲，因为佢要起到当好诶生长点，佢会甲个繁殖出来诶苗呢吼，我较平均，唔免像人家目前呢都田方流诶有诶种，伊放诶呢太头细头无供养，故说种落去诶时间呢吼，伊发芽咩我无供养，个以后呢用竹子培养诶时间呢，我相信做得来规划，将来其供养迄一粒粒诶吼，做得用种嘅呢，将来台北嘅海芋有嘛，海芋种有咩竹子培养。佢做咧用机器化来种哦，机器化来种，唔免讲像也用人工来种。像啊机器化，迄咪也做得较减少到讲人力的问题。当然啦，因为种有诶，佢可以偷去种，当然会增加当多人力。假使迄有诶用竹子培养以后呢，大个有诶苗子会太头、细头会当平均，用机器化做嚟种，因为目前也有安尼机器做嚟种啊，只是讲按样去控制样嚟。配合你进一步都会做一个研究。好，这个做劳烦科长来从中加一把劲吼。好，个亲密来开放哦，乡亲朋友还有乜嘅问题来客诉发言，请踊跃嘅来提问。针对有诶，中华文明，也生产量广大安多，特别讲2、3、4千斤当正常。也1、2千斤就当饼诶，当然就讲，迄唔係講，人家種出就慢慢因連續種也無完啦，就變成群較多诶，也係真的是也愛大家思考啦，人講莫做拍工啊，本來就。生产量有按多咩？也變冇按多嘅，做拍工。好，感謝阿爸。好，公辦長好。我想補充一點，一個選性嘅問題因為我農家人比較皮就從比較花皮，像我就福山石場就桑這個，中午種到也係30年以上嘅。所以也選先，即係一個人講，有人踢選先，所以農家有人滿意，突然說你會三心，不會三心，他不會講話。我們農民對，我們不了解。每一個人的土壤就不一樣。嗰啲下嘅選先係非常嚴重，氣溫又變天，30幾度啊！從今年、去年也2年樣嘅，你30加就提起，反正你講37、8度啊！受不了，然后不会从来的反而不会好，一2斤了，一切下去里面通通软，这是同刚刚也比如说蓝腐病，对，是蓝腐病，但是我们要怎么预防？请厂长给我们农民来指教，要什么东西来预防它？我们那要讲中医站有个反政策。我就希望各農場安全咧，出現公關咩？再講公關會講唔好，所以各農場本地咧唔好會吶死啊！錯唔錯？排泄啦謝謝。好，公辦長嘅問題，我有請廠長來回答。我想苗栗改良場就在公館，所以我們比這個農民朋友更關心啦那事實上，剛才提到這個土壤酸化啦、病蟲害，我剛才已經有稍微提過，就是長期嘛。剛才也有3個方向嘛。我想這方面呢，我們會繼續。是不是有什麼檢測的儀器來去幫他們來做一下？我們1年大概有檢測大概2000多件這邊有需要的話，我們請改良科，這是我們改良科在負責嘛。現在應該是沒有問題嘛。我想這個我再來跟各位報告一下了我們做環境科在土壤檢驗這個部分呢，很歡迎各位。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話呢，你可以拿你的土壤到我們改良場，我們可以免費幫你們檢驗，然後跟你們分析所有土壤的這個裡面的成分，或者是有機質或是酸性部分呢，可以幫你分析說明。
那刚刚那个总干事也讲过哈，那各位对你们这块土地所种植的作物，比如说除了芋头以外，其他作物都可以哈，所有土壤都可以拿来我们帮你检验哈。这个我在这边报告一下，谢谢大家。到产上到交通啊都有改进的方法。总干事也请你最后可以利用我们节目的时间，公关鸦片有哪条的发通做在踊跃的欢迎乡亲朋友参加。大家伫咧公馆迄个客家的乡，非常的有感情。啊，讲所有的农作物非常的多，将丰作，将掠下亲生产的有诶，非常的香，非常的绵，非常的爽，非常的 Q 啦吼。接下来到年代有泡菜，大家伫咧迄泡菜的故乡啊，就伫公馆，啊种来公馆四季啊就好了。请问大家有闲随时来公馆农会草料，请问大家。好。感谢总干事哦，好，感谢大家。所以公馆有当好势的有诶，同时咧，泡菜也是讲寒假嘅时间，高天热，也个时间呢，都系做得接来去填通啊，来去行。看到呢，一个有诶。好，给当好势在公馆呢，有诶是当好势，但是呢，一个品牌嘅行销啊，还是要持续嘅来去打出去。唔但像係講公館嘅有诶要持續再個來去證明，同時呢，生產力啲嘅制度啊，也要來建立好。另外呢，後生人還有呢勞工農工嘅問題呢，也要持續嘅來去發揮。也下今邊現場啊，有一個政府嘅單位，還有農會大家鄉親朋友有一個意識要來去提升，嘅公館有诶嘅產業呢，也愛來升級嘅一條路，就會越行越順。以上就係今日村民大會錄影嘅節目內容，感謝大家嘅收看，再會。